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1月1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日本北海道的爱奴族多处争取正名，甩入无成功，因此上午由日本官方定单位组成的访问团，特别来到台南市政府进行取经，希望将西拉雅族争取正名的成功经验载回去。早伫民国94年，原台南县政府就认定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经过10多冬的努力，总算伫去年得到行政院通过原住民修正法，等待立法院三读通过，就正式取得法定地位。对此，日本北海道的爱奴族伫争取正名的过程当中，也一再受到阻碍。因此，上午日本内阁官方爱奴综合政策室。爱奴文化公益财团、甲北海道大学爱奴先住民研究中心访问团，特别来到台南市政府进行取经，希望将成功的经验载回去。今天是我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代表团来拜访台南市政府，最主要呢，是要来这边取经，因为我们台南市的西拉雅平埔族的正名运动。这几年呢有一个很好的成果。那日本呢，在北海道也有一个爱奴族，他的情况跟我们的西拉雅族情况非常的相似，但是他们也是推了很久的证明都没有成功。那听说我们这次呢，我们的证明呢非常的成功，所以他特别来跟我们取经，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台南的做法，给他们做参考。双方透过交流座谈，分享台南市政府协助西拉雅族恢复原住民身份的经验。下晡也将有家前往西拉雅文化会馆参观正名运动等，并且到东山的吉贝沙部落进行参访交流，希望借着这次的取经，会当对爱奴族文化保存带来帮助。咱新闻站相林根采访报道。双轮国中1年级的徐艺伟是目前全国11岁到12岁游泳比赛多项纪录的保持人，但训练以及到外地比赛需要大笔费用，因为负担不起，所以放弃真侪比赛的机会。台湾东平湖伫知影了后，不但包红包为伊加油鼓励，更积极寻求企业家协助，希望栽培这位优秀的运动人才。讲起训练负担甲无法度，互后生顺利到外地比赛过往，徐妈妈目眶拢红起来。明明家己后生徐以为得过遮尔侪游泳的奖牌奖状，嘛常常破游泳比赛纪录，但却因为无钱，互后生游泳才能无法度好好来发挥。市府体育处也因为法令规定，只会当针对校队无法度帮助个人的选手，或许妈妈找袂到资源，因此伊求助市议员董炳娥，希望会当争取到较侪协助。他是单亲家庭，所以经济就是靠妈妈在支持，所以也因为这样导致他没有办法参加很多的比赛，那丧失很多的一个优秀的表现，所以希望透过今天这个记者会。我抛砖引玉，然后让我们非常多的这些企业家，他以为要比赛的这个金额大概 total 大概30至40万，所以他的教练认为他非常有潜能，能够到东京奥运参加2020的奥运，很有希望夺下这个奖牌，所以。教练准备送他到新加坡接受日籍教练的一个训练，那这些的费用 total 包括住宿包括交通包括教练的费用，大概30-40万。那我希望说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者会，能够帮助我们许立委这么优秀、表现这么杰出。拿到总统杯的
这个选手。市议员董炳武也当场包了一个大红包，给优秀的游泳选手许一维，并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企业家会当看到这位优秀的人才，帮助伊会当继续来参加比赛，继续为台湾争取公赢。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民进党第二市长初选时间愈来愈接近，每一位参选人也加快脚步，做最后的努力。为中西区北区出身的市长参选人陈廷辉，20号将转来到北区中西区举办最后一场奥运会成立大会。19号上午也选伫海岸路服务处，向市民发表3大愿景。伫济济里长以及奥运会干部到场支持之下，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19号上午选伫海岸路服务处，正式向北区甲中西区的市民公布伊的文化欢迎3愿景政策，希望透过观光、交通、公共设施等3大面向，改善中西区、北区的问题。北区、中西区什么一个未来的愿景？我相信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陈亭妃有提出完整的所有的市政规划，包括11个选举区、议员选举区，我们都陆续推出，而且这个陆续推出，是代表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负责任，也要跟所有的乡亲报告说，只有陈亭妃准备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提出中西区跟北区，而且中西区跟北区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地段，尤其我们知道从美术馆、未来市立美术馆，还有我们所有的文化园区、台南公园，还有兵配场等等，这都是我们的交通而且重要文化观光景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甚至我们也知道说，古迹非常的多，中西区的古迹未来怎么做串联，在交通网络当中怎么样做一个规划，都在我们未来在中西区跟北区的愿景当中，我们会一一展现出来。陈廷辉表示，因为北区、中西区是家己为议员的时期就走遍的地区，所以更加了解在地需求。陈廷辉同时也将伫20号下晡，伫海岸路举办最后一场奥运会成立大会，也邀请市民共同来创造更加优质的宜居社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民进党第二市长初选参选人互相攻击的情形愈来愈明显，互民众感觉选举的风气愈来愈歹，也看不到理性的政策辩论。因此，多位民进党议员纷纷站出来呼吁党中央，要赶紧处理负面的选举。黄伟哲竞选团队发言人郭国文市员区日上午带领济现任的台南市议员，以及未来要来参与台南市议员的参选人，召开着爱清气、反污染的记者会。郭国文表示，即马台南市长民进党初选看袂到政策，只看到互相的抹黑，已经大大损害着民进党的形象。便当事件、白手套事件、黑咖啡事件。到最近的一大堆的中资黑金与否满天飞，初选看不到政策，初选只看到抹黑。最近我行路口的时阵吼，伊讲有一寡支持者甲阮讲，你民进党初选是咧创啥货？嘿，不甲安尼，敢会看清？嘿，基层的支持者感觉上非常的闹亏。那作为一个台南呢民主圣地呢，也感到蒙羞，所以呢，不但如此，它也可能会造成2018年在座所有要参选的各位，将来选举的一个变数。我们希望是一场干净、清清气气，连空气都清气的选举，莫阁用任何的代志，手套也好。咖啡也好，便当也好，对这种个人的抹黑，我感觉是非常的无好的。郭国文表示，希望民进党台南市长党内初选会当回归理性，同时伊也表示，伫咧后礼拜一，伊会提出相关的事项证明来向党中央检举，希望民进党中央相关单位会当出面积极来处理，停止即摆的党内初选选举歪风。
爱清气，爱清气，环保哦，环保哦。台南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第27届后生基金会医疗奉献奖得主颜顺泽，19号召集台南市将近200间药局，共同组成贩毒联盟，开始伫各区的药局设置贩毒爱心药局的机仔，并提供免费验毒的试剂甲贩毒卫教资料，互民众索取。一个家庭若是有一个人染着毒瘾，通常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对着社会危害也非常的大，所以贩毒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第27届后生基金会医疗奉献奖的得主颜顺泽，就想出了一个创新的做法，结合了台南市各区200多间药局，提供予家长免费的验毒试剂，也佮有贩毒的卡片，要来教导家长安怎辨识囡仔是毋是有食毒。主要是我们看到新型的毒品非常多哈，那过去都是在校园宣导，那我们现在在外面宣导，而且跟家长宣导。那宣导最主要是让家长知道说你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染上毒品。那大概5个，一个是他的开销突然增加，第2个是他的作息时间改变，第3功课都欠账，第4他身上有一股怪味，第5他的书包啦、抽屉不要你去了解哈。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请家长准备验毒试剂，我们准备在爱心反毒药局台南市163家，那都有准备摇头丸、给他命、安非他命跟吗啡，让他们验自己的孩子，早期发现，然后送到精神科医师那个地方做咨询，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也可以预防的效果用新的方式来处理台湾的新型毒品。这项贩毒的好消息，后礼拜将会用接报的方式，把药局的名称宣传出去。家长会当前往各区的贩毒爱心药局，索取验毒试剂，希望会当借由这个方式，让囡仔免于毒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讲到安平，大部分的人拢会受到检视，显示检视已经是当地真有代表性的一项文化。因为着后来造访的民众会当透过找寻检视来感受安平的历史文化。安平区公所特别出版了《安平检视》这本新册，并且伫上午正式发表。这本《安平检视》是安平区公所为了唤起属于安平文化印记所特别编写完成的新册，内底介绍着检视的典故以及相关的文创产品，改进大家检视配置的所在，后面将容易找寻巷弄当中的检视形影。上午就伫区长甲代理市长李梦燕丁贵宾的参与之下，正式来发表这本册。这个地方办这样的新书发表会。那也谢谢陈正雄、陈建之老师捐赠我们相关的这个作品那我想这个是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在安平的这个可以说是更加的这个有提升里面包括它的严格、它的构书所以有这样的一书在手，可以对我们的安平的文化、对建师的文化更加的深入跟了解那这次也非常谢谢这个陈老师2位陈老师。这样的一个，尤其是我们国宝级的陈正雄老师那他所创作的作品，那捐给我们市政府，捐给安平公所。
伫新册发表的同时，区公所更邀请到国部级大师陈正雄甲伊的学生陈建志，进行雕塑官办竞赛甲文创竞赛。伫经过第二市场李梦燕进行开工点检的仪式过后，正式来关进河安平区公所甲安平乡土文化馆，成为镇馆之宝。但是文章上林根参不到。全台第一间以化妆品为主题的观光工厂，馆内除了规划济彩妆相关的知识甲体验课程，更伫几年前举办首次的工厂拍卖特别会，这彩妆商品拢是一折起跳，甚至阁有10块、39块的介绍，要互消费者伫岁末年终装扮时时过好年。拥有30档全球彩妆代工经验的台剧集团，特别选伫林德区成立全台第一间美妆观光工厂。除了带予消费者济彩妆知识，也提供各种的体验课程。为了迎接过年，厂商特别推出首次的拍卖活动，推出济优惠，吸引了真侪消费者到场购买。台剧美妆观光工厂今年是第一次举办厂拍特卖会，我们现场准备了非常多丰富优惠的商品，像这个精华液，这是医美等级的精华液，原价1500，现在特价只要199元。然后还有这个嫩白面膜，一盒有12片装，原价1200，现在特价也只要199元。台剧美妆观光工厂，我们现场还是准备了非常多优惠的活动，同时馆内也有很多的 DIY 以及游乐设施，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哦。这个优惠当中，上界吸引人的，就是这10块、39块的铜板价商品，亲像桌仔顶近10件彩妆商品，总共只要100块，也互济消费者买甲非常的欢喜。就是原本没有预知要买那么多，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这边全馆都很便宜，所以才想要买很多东西。其实感觉还蛮好买的。原本有预计要买多少？原本大概买个乳液就好了吧，现在就是一大堆。除了济优惠以外，台剧美妆工厂也准备1000支的胭脂要送给消费者，甚至也有打卡送 QQ 照。这届拍卖将到28号，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紧去抢办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湖公山南台别院每一当地获得新的日子，都会做腊八粥来甲民众分享。想要因特别将2000份的腊八粥送到市府甲议会，希望大家伫品尝的同时，会当学习获得的慈悲甲智慧，互社会更较和谐。为了庆祝福德新德日的来到，今年湖公山南台别院也甲往年同款，准备腊八粥来分享予市府甲市议会的同仁。伫法师上经记号的仪式过后，透过敲门的动作来象征感恩孝好的传递，也希望大家伫品尝的同时，会当借助学习福德的慈悲甲智慧。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良善，大家我们在社会各界有很多。都是秉持的正面关怀社会，都是以佛陀的精神，在这个为人处事在关怀，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样的腊八粥广结善缘，度一切苦厄我想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佛陀精神的发扬。希望大家在吃腊八粥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佛陀的精神，更关怀我们周边这个需要帮助大家更以不以。这个更以祥和的，以体谅对方的心情湖公山南台别院总主持满洲法师表示，今晚腊八粥是依照星云大师的秘方调配，包括有蚵仔、红菜头、莲子、土豆等10多项的豆仔类甲蔬菜，以及加持过的大悲咒水来料理完成，希望将福德的福分甲爱甲大家分享。为庆祝佛陀成道日的到来，佛光山南台北院今年一样，依照往例，依照星云大师的处方，我们用了10几种的谷米跟蔬菜熬煮腊八粥，为台南市民、弱势家庭、还有机关团体、独居长者、
公庙、学校、里民等等，我们送上了10万碗的腊八粥。我们用欢喜融合的心来烹煮腊八粥，我们为这一碗充满欢喜的腊八粥，希望能够为市民，所有大家温暖他的心灵，让大家能够阖家平安、身体健康、吉祥快乐。今年南台北院特别扩大举办这项活动，所以伫1月20号上午8点开始，伫南台北院头前现场煮腊八粥，总共准备10万碗，被送予各机关团体甲60民众，邀请大家做伙来食平安、会智慧。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有不少民众伫挽喙齿以后，若无透过种喙齿，或者是增加喙齿，时间一久，骨头就会倒旧，变成爱重建，佮需要新补骨头。所以医师建议，为了避免有这款的问题，会当先采用一款保存手术，来方便日后任何的喙齿重建。真侪人挽喙齿以后，因为已经无喙齿筋伫骨头内面欠缺支撑的结果，就是骨头会渐渐退旧。根据统计，挽喙齿半冬以后，不管是水平或者是直的角度，拢至少会旧一半。安尼以来，对着日后要种喙齿或者是增加喙齿，拢一定的困难。所以医生提醒，有这款保存的手术，要互患者参考。我们一般常见就是拔牙后，就是骨头会有比较明显的吸收，不管是高度的吸收，或者是水平方向的吸收，所以很多民众可能都会觉得说，怎么拔牙后好像会就是萎缩下去这样子，会有塌陷的情况这样子。那所以因此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就是减少这样的情况产生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要做这个齿槽肌保存术。那这个齿槽肌保存术通常都是希望尽量可以维持住拔牙后那个齿槽肌的体积它的量，那你保存的骨头也一方面也可以保存外面的软组织的量这样子。当然，因为该手术是属于自费，并无都有健保给付，加上嘛要经过医生的评估，若有感染或者是身体上的疾病，并无适合这项手术。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多云，温度19度到25度，落雨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